世界万项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牧民阿土啊。乡亲啊，今仔正月初4到初9，台中第2选区立委补选剩5天尔。中2选区补选出伫单北为红罢免，罢免了后，咱要问安尼单委员的对敌颜宽恒先生，敢有准定做立委咧？敢有较好选？但咱看起来，敢若无呢？去年12月18，中国国民党提案的公投拢无过，即马眼甲违章建筑占国土遮的代志互抄出来，选民会当接受无？嘛，佮对手民进党林静怡医师，台中在地医师，大生是做国际医疗服务，做不分区立委，成绩嘛，互人学落，互咱来想讲，这敢若是较好的人选呢？选民安怎想？即道倒一边会赢？而且正月初9，阁有立法委员林聪做委员的罢免案，会过也未过，这2场选举结果会怎样来影响到咱的未来呢？咱今仔做伙来讨论。小介今仔日现场来宾邀请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田君阳副执行长，副执行长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邀请中国国民党文团会郑世维副主委，副主委你好，大家好。邀请民进党台中市议员林德武，林议员你好，大家好。观众朋友，咱知影单撇为委员罢免案了后，即马台中第2选区就要补选立委。民主进步党候选人是林静怡医师，进前捌做过不分区立委。中国国民党候选人颜宽恒先生同款嘛是前立委。咱即马要做选择，需要参考因2人进前立委的表现。咱请副执行长来替咱分析。好，大家好，我甲各位报告，这是颜宽恒在立法院的表现。是。那咱公督盟呢，有的国会评鉴有分几个部分，第一项就是讲呢，伊的出席率有院会跟委员会，是，还有他的委员会的质询，以及法案还有预算的审查的表现。那我们可以看到呢，颜宽恒委员在第8届呢刚开始就任的时候，伊的表现呢是无介好的。为什么安尼讲呢？伫质询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前4个会期里面都是个位数字。好，质询无超过10摆，无超过10摆。每一个会期呢，都拢是一届2摆，一届也是两摆安尼。是。好，所以事实上是非常的不理想的。是。那我们特别在这边还要分享的就是，其实一个立法委员在也薪水59万，在国会里面呢也负责法案跟预算的审查。是。所以呢，公督盟也认为，其实立法委员的表现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在这一次选举呢，大家都特别把立委个人的成绩做一个检视。所以我们还是提醒跟大家报告，其实在颜宽恒在立法院过去的表现是不理想的。那特别是在不论是第8届还是第9届。甚至是现在的会期，其实我们知道立法委员的表现是愈来愈好。如果做一个比方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以现在的质询率，每个立委大概都会有90%到95%左右的质询率。所以呢，相对比较起来，其实以颜宽恒的表现，放眼现在的立法院呢，它是不及格的。所以我们还是期待这一次的选举能够有更用心在国会问政的委员能够参与。若是讲颜前委员伊所提的法案，敢嘛真少？其实法案是不少的。是。那特别我这边跟大家补充，颜宽恒委员过往在公督盟的评鉴上面呢，其实他对一些预政的改革一些法案的加分，他是很有想法的。是。但是呢，我们比较关注他也希望能够可以改善的地方，还是在他的质询的表现。是。那我们如果以质询的表现来讲，可以说几个字去分享。第一个是质询的量无够，品质嘛无好。
这是温对严宽恒委员的一个观察。那回到法案来讲，他有提案没有错，他也有提预算，但是我们认为立法委员最重要的还是对于行政部门的监督，以及对预算跟法案的一些支持或争取预算。那是讲这轮的表现无好，这个标准是啥物嘞？好。我跟大家分享，我们质询有几个方式可以去评价委员。第一个是他质询的时候有没有提出问题的解方，有没有提出具体的见解，那有没有要求具体的改善的一些绩效，让行政单位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能够完成。那这个都是除了看起来这种攻防以外，我们认为很重要的，就是目的还是要把政策导向正确的方向。那这是我们希望的一些标准。那特别我们在观察立法委员在问政的同时，我们也会希望说，他除了基本的问政的一些基本的做人的一些礼貌礼仪以外，不打断官员的讲话也好，或者是具体的提出政策的建议，这都是我们认为他有没有质询有没有品质很重要的一个的参考的标准。那并不只有他讲了，我们就可以给他打分数。我们总共有10几个指标，然后一个会期大概会有2000位左右人次的公民来参与这个评比，所以也提供这样的资讯，让民众知道说，这个可以作为投票的参考。若是照同款的标准，咱看林静怡医师伊进前咧做不分区立委的时阵，伊表现安怎咧？是，那以林静怡立委的表现，他第一个会期其实是待观察，跟这个严宽仁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以这2个人在立法院的第一个会期的表现呢，我们必须讲是都是不太理想的。但是后来呢，林静怡因为他有做满1任，所以他在后面几个会期，其实他的表现就是一般，就是也没有到公督盟评鉴的优秀立委。那所以才会大家最近在评价林静怡表现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同样的看法，就是说其实不能说林静怡不优秀。他只能就是表现一般，所以这也是我们特别想要提出来跟大家分享的。讲第一会期伫观察名单内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林静怡委员其实在第一个会期他的表现不好有几个，就是公督盟的评鉴呢是以委员会为中心，所以呢我们会希望他在他的卫生卫环委员会，就是社福卫环委员会里面，他有质询、有出席、有签到、有法案的审查，有相关的法律的提案。但是在这一次呢，其实林静怡在第9届刚上任的过程当中，他有关心其他议题，但是在别的委员会，那在自己本身的委员会就没有这么的表现这么理想，所以就在这个委员会里面，他是这个委员会里面那个会期的最后1名，所以被列到这个待观察里面。那这是过来伊有改善，是伊伫伊家己的委员会内底，可能这阵较济提案较济，敢是安尼？是安尼，就是讲我想大家关注立法委员的表现，一定会让立法委员有压力，那也会表现得更好。就像这一次的罢免，其实我相信每一次的罢免呢，都是对于公职人员一个很好的检视机会，包含之前像黄国昌、陈柏惟，或者是现在的后面等等会提的林昶佐，或者现在大家讨论最多的是严宽恒。那在这个检讨里面，我们都会用很严格的标准去看，说，其实这个他的在职的表现状况到底如何？那其实也是一种比较的基础。那公督盟其实也非常乐见各个有的机会跟各个方式来检视立法委员的表现。那我想越多人关注立委的表现，这样我们立法院才会越来越好。是，咱最后请教一个问题，若是甲表现有一条线吼，咱拄则听副执行长讲，这个林静委员伊的这个线可能是敢若是较爬行安尼吼，到后壁就较好。在你看严宽行政委员伊的表现，敢有同款的趋势咧？在这个表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老实说是相同的，就是说，其实第一会期、第二会期都是待观察，但是后面有比较好。但是呢，我必须还是要强调说，他的所谓的比较好，是以他个人来做比较，他有比有较好，但是同届委员会来比嘛是无好，对，就是安尼讲，就是讲，
我们可以看到，它第9届这边，它不论是质询或者是法案的审查，其实也都大概在50%左右。那其实我们想，以现在的标准，50%其实还是不及格。但是已经没有像它之前的这么差，是在个位数的表现。那我们可以试想一个状况，我们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会期呢，就是半工半当。好，这个半年里面呢，只质询1次。好，只质询2次。好，那这个是大家现在如果回想起来是很匪夷所思的，当然很难想象一个立法委员，好代表一整个选区，但他在这个会期里面只有质询1、2次的数字。那虽然他后面有改善，但是在这边的质询呢，也还是有10几次，但是以总量来讲还是很低，都还是在5、6成左右。其实总体而言，在问政这边其实表现是不理想的。好，多谢副执行长的分析。咱今麦来请教林议员啊，这个你对林正义医师的看法是安怎？以及你所了解在地人对林医师的看法？这场选举是安尼啦吼，2个候选人拢捌做过立委吼，颜宽宏、颜先生伊做过7年的立委吼，林正义吼。正义做4当1任啦吼，但是因2个好歹吼，其实乡亲迄看一个真明显，就是讲，第一，家己关心的议题，搭你质询的问题，搭你家己本身个人也是家族内底有去做利益的这个连结无？就是讲，我今日问这个议题，我问这个题目，我是为着公共政策，还是为着个人家族的利益？咱看到吼，颜先生、宽宏兄。伊质询呢，咱过去有讨论到啥？105号台中港105号码头吼，颜宽宏伊有去质询啦。结果质询伊回到倒来，咱看到后壁是啥？伊质询了，头阵副执行长有讲的，伊过去的质询的这个时间吼真有限，但是伫伊第一届做立委的时阵，伊就开始包括着伊去关心着。咱台中港后壁要做这个新的码头、新的这个经营方式，伊拢去关心着。然后伫这个2016年迄阵，伊特别质询，伊去质询着这个包括着台中港的这个码头，要用什么方式去做这个招标，要用什么方式去互民间的这个民间的企业来参与。但是这咱去看相关的这个案例，佮相关后壁得标的厂商，甲伊本身伊家族内底因小弟有这个利益关系，所以咱即摆就去讲的，就是讲，当然咱公督门提出来的这个数字是一个直性的，也是一个量化的，吼，就是讲该质询几届，伊出席几届，伊问啥，吼。其实这个部分哦，咱较无法度讲完整伫一个表内底，咱就看得清楚。但是咱也去分析着讲，伊关心的，伊去质询的议题，甲伊家族本身有关系时，这就是咱即摆最后选举已经剩无5天，大家拢去讲原来你做公职，你伫地方有服务，你有争取着地方建设，但是咱看到你去关心到的，甲你个人也有关系，甲恁家族也有关系，甚至。卖讲立法院的表现啦吼，立法院的表现这是一个量化，嘛需要质化吼，就是讲照伊的数量、搭伊的品质就去讨论。但是咱即摆看到是啥？看到的是颜宽宏，包括颜清标，因个人本身伫因做立委的这个任内，搭伊的职权有关系，搭公家机关有关系，搭国有地有关系，这拢伊有牵涉到，包括咱过去要讲的。咱伫咱的这个高铁站边啊吼，过去遐虽然说叫做南屯啦吼，毋是伫伊的沙拉，但是遐南屯吼，过去人讲的有一块叫做大家最近也真熟悉的叫做817交代所啦吼，这是一个空拍图啦吼，内底会当看到讲，这个交代所吼本身这个下骹面吼，这是伊的主建物啦吼，本身的这个建筑物，本来吼伊称这个建筑，但发落伊的这个书角吼。是201平方米啦吼，201平方米，到尾后壁去回勘了，伊膨胀，伊变宽，变做偌济3倍啦吼，3倍的这个平方米，所以变做它的违建吼，伊的违建有增加500平方米，是吼，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讲，
咱伫即个公用保护地啊，即个过去，咱的即个都市计划编定，伊是要做儿童游乐场。儿童游乐场一般即种去用编定的土地吼，大家较袂去做交易，较袂去做买卖，因为你唔知讲你后壁到底会行到什么程度，啊，我即块地会当用袂当用，后壁要做脱手还是啥，无一定有法度。所以伫即个部分，咱就去合理去来伊讲推断讲啊，因为因有即个立委的职权，啊，因对即个公家机关伊嘛熟悉，所以因就较大胆，也是较精准的去卖即块地，啊，卖即块了。搁去顶头，搁去起即个建筑物，建筑物起了，搁发现讲哇，伊两侧两边拢有即个违建。好，违建过去大家也有看，咱讲的817招待所，伊有咧拆爱拆倒，伊是拆即个咱图上看到的吼，伊边啊即个主建构伊怎边啊遮有一个围墙，伫即个路面遮吼，临路面这边有一个围墙吼，逐工新闻拢有咧做，但是今日。即两天上新的发展就是啥？伊其实包括着伊边啊遮吼，来，我拍势，我手来比者。伊伫即个吼，咱大同八街后壁有一个后门啦吼，后门遐出入口遐，其实伊即个问题比主建筑物的违建更加严重。伊这是占用国有地，伫国有地顶头各有地上物，所以昨财产署、国财署的即个分署长，伊有去现场看，伊讲吼。即个国有地顶头有地上物，啊，伊这吼是104年以后起的，伊这无法度做现况的标注，所以伊必须拆除现地，甚至伊占用这个部分，伊嘛爱必须依照着窃占国土罪移送检察官侦办。所以你看，咱今日副执行长讲的，咱要选一个立委，是要入来立法院，第一做这个立法，第二最。针对这个政策，咱来做监督，咱来做这个讨论。但是一个立法委员，伊本身哪会去做违法的代志？包括虽然伊讲的这是因小弟的厝，但是伊嘛承认嘛，包括伊家己嘛开迄个卡拉机怪手去现场讲啊，虽然这间厝是阮弟弟的，但是我嘛袂当心软，我嘛袂当手软，吼啊，我该拆我就拆。所以我是讲，这个部分当然咱选一个立委入卡立法院。咱过去拢有讲的，到底民意代表是委任，还是讲直接交付？就是讲我把你选出来了，互你入去立法院，啊立法院了，你就照你的专业、你的评估，你去做你的表现，还是讲你要完全代表民意？吼啊，民意叫你做啥，你才做啥？吼，其实这咱过去伫政治学内底，咱拢有去讨论过。副执行长伫这应该嘛比我较熟悉。我意思是讲，咱选到一个民意代表。伊伫立法院的表现是一回事，但是伊伫地方，包括着伊地方的服务，包括伊去参与的足侪案件，拢有足大的争议性啦吼。你讲伊是毋是完全违法，嘛无一定完全，但是总是有法度伫伊即个职权内底，伊有法度去想着讲啊，各种吼有法度互伊即个利益最大化、极大化。所以这就讲，我安尼讲啦吼，伊伫立法文政的表现，自有公督们的评鉴。但是咱回到倒来。伫地方，大家对公众人物的期待，我感觉伊是完全无及格，而且佫辜负着选民对伊选一个立委要来照顾地方，毋是照顾家己家族。吼啊，所以我讲，包括佫有刷力，伊嘛有牵涉着啥？牵涉着即个伊个人的吼，伊个人有一个咱讲的吼，一间1250平的即个基地吼，内底嘛有几落项啦。吼啊，有即个主建筑物吼，本来是发于4楼的即个建筑到私脚，后壁咱外观看起来吼，伊这应该有增加。好第二就是讲，好，即个主建筑物是伊名下因太太的土地，这咱就先放在一边。我即摆要回到倒来就讲，即个庄园内底吼，伊即个别庄内底，因为伊真气派。除了伊即个大楼以外吼，伊佫有车道吼，车道了佫有一个大门警卫室。这个部分拢是占用着国有地，而且是河川保护地。这个部分包括到咱今日录影即天吼，咱的即个国财署因嘛去现场看，看了，结果台中市政府无派员，无法度做伙去做即个到底占用的即个国有地地上物到底是毋是违建？咱看到公家机关内底。国有局伊去现地看，结果台中市政府伊则无派人出来，
这就很刚讲啊，那你是不是迄搭这个工课要来拖？啊，你其实你行政上的作为，但不作为，其实这去影响到，包括咱人民、咱市民对公权力的信任感。所以我感觉讲这个代志吼，牵涉到个人。你讲头先我讲的817迄搭，因弟弟有关系，但是伊嘛认啊嘛，伊讲啊，弟弟有代志，我嘛是会心担。但是这块1250平，1250平的这个因兜的算别庄也好啦吼，这其实伊跳袂开这个关系啦。啊，伊无法度清楚说明，啊，伊讲啊，咱的质疑吼，也是咱的代伊检验吼，这叫做这个抹黑吼。我感觉这你也是无问题，那何必讲817招待所伊嘛是该来去贴，啊，这贴嘛是因为去目着讲啊，这搭建筑规范无共，还是讲搭咱的啥？搭咱的这个国有地的这个使用不符目的嘛，这种是非常明确的。是。多谢林议员讲到这个政治人物的品质的问题吼，咱知影这2天国产署有到严格所在来这个查这个窃占国土的状况，认定是有违法的事实。严宽刑的讲法是安怎？伊的对手林静怡医师啊有啥物看法？咱即马来看。国民党台中第2选区立委补选候选人甘宽宏甲柯文哲的母亲4号早起来到沙鹿的玉峰殿参拜，两个人拢表示是无说离拄着，但是郭妈妈受访的时阵表示，家己支持卡达是第个人。看迄个人有乖无，有实在无，有认真无，有替咱地方拍拼无？吼，莫讲话安尼刺牙牙，你讲骂。甘宽宏甲郭妈妈互动真热络，但是讲到国产署3号会刊沙鹿的庄园，却无法度入门。伊是表示无收到国产署会刊的通知，后续一切依法办理。难道国产署的分署长每天都在外面看这些承租或非承租的吗？是分署长这么认真呢？平常就这么认真，还是在执行人家交办的事项？这是不是一个政治操作？民进党候选人林静怡是由前交通部长林佳龙来陪同，早起伫咧大道区的路口拜票。林静怡批评3号台中市府无派官员参与国产署的会刊，完全是无顾到外界追求真相的权益。林佳龙是质疑这是市府的拖延战术。那台中市政府怎么可以罔顾国产署在这个案子里面受到民意要求跟检举上的监督？难道台中市政府认为他们不要陪同，门不要打开，这个案子就可以这样子了事吗？刻意的回避，现在已经都收到公函，那当然会质疑是不是拖延战术。礼拜日就是台中第2选区立委补选的投票日，哪里定赢把最后的时间持续交锋，争取民众的支持，也抢媒体镜头的焦点。记者台中报道。观众朋友，咱看到甘宽宏先生最近是拄到袂少麻烦，而且伫国民党内底，咱看到这个前国民党这个吴伯臣将军，伊最近退出国民党，而且佫支持林静怡医师。咱来请教副主委，即马你对这个选情的看法是安怎咧？我先回应一下吼，头拄啊，咱这副市长有讲港督盟的评比吼。是。毕竟大家嘛知影讲，港督盟哦是一个民间的团体，是啊，伊对于这评鉴的时阵哦，应该一般拢是大部分以立法委员为主，是。但是咱立法委员有分2种，一种叫做不分区立委，不分区立委就是政党提名的，是。但是伊对地方的经营服务，伊一般真少。啊，佮另外一种是区域的立委。区域的立委，伊大部分除了讲立法院的文件了后，佮上重要的，就是以地方的这民众的基层的服务为主。所以讲，甘宽宏委员伊过去拢是区域的立委。你讲伊伫立法院的表现，若伫港督盟来讲的时阵吼，头拄啊副市长讲，伊甲林静怡医师吼，两个是会使讲半斤八两啦。吼，若讲以立法院来讲，两个文件。林静怡医师过去是不分区立委哦，是。那不分区立委你无地方基层的这个包袱，你伫立法院文件的时阵尔，你搁甲高雄区差不多，咱讲是咧，你就搁差一块。啊，你若讲比地方的基层的服务，甘宽宏委员谈遮土生土长，包括过去干青标当市长，因2爸仔囝第遮20-30年的服务的时候，我相信得到咱第2选区的遮个民众的认同。啊，你林静怡医师，你过去。你阁毋是伫即个选区的哦，
你今仔日是要选举的时候，你才甲户口迁来遮。所以讲，你若讲要比起来，讲要比成绩，你讲啊，立法院的文件客一边来讲，拍平手。但是呢，以地方服务的基层认同来讲的时阵尔，你搁甲颜宽恒若讲安尼两个比起来的时阵，就搁差一块啊。啊，若地方有认同，是怎样会选输单撇位咧？这必须要安尼讲，主持人，你讲选输单撇位，唔通袂记咧。2015年的时阵尔，伊甲陈世凯议员来比的时阵尔，伊嘛赢1000外票啊。2016年的时阵尔，大选的时阵，选起来的时阵。颜宽恒嘛是搁连任的啊，但是你若讲比2002年迄个时阵，投票率整个提升的时阵尔将近75%的投票率，你讲颜宽恒输，嘛才输差不多5000票左右啊尔。啊讲你讲即摆来比的时阵尔，即摆搁补选，咱来看卖讲啊，伊的投票率到底是安怎？当然你讲选举有赢有输啊。对不？你毋是讲啊输的时阵尔伊即边伊就搁温输的啊。过去蔡英文总统毋通袂记咧啊。你2010年的时阵尔，你选新北市长你嘛输啊。啊，若要照主持人你讲的讲法，啊伊毋就袂当搁选。但是2012年的时阵，伊感觉伊选的时阵，伊嘛是搁输对不？伊嘛是搁输啊。但是伊无放弃，选举是民主制度，由民众来做决定。所以讲伊2016年的时阵尔，伊赢，对不？啊，所以讲你讲颜宽恒，伊2020年伊输的时阵尔，即马地方罢免的制度刷了后，你讲伊难道袂当出来选吗？你讲伊服务的时阵尔，你讲伊今仔日基层服务，伊今仔日基层服务好，好的嘛有当选，好的嘛有落选，公都盟评鉴的真优秀的嘛有落选的啊。所以讲我讲这做参考，但是你今仔日你讲头拄啊。对于议员咧讲105的码头来讲，你讲伊质询的时阵尔，本来政府是要公营，是要家己来办，但是你家己来办的时阵尔，你变成甲政府的这个预算，你搁爱加开，搁爱仓库，所以讲颜宽恒伊讲，今仔你甲开放民间来招标，你包括交通部长，包括了港务局的董事长，伊嘛讲无任何的施压，嘛无任何的弊端。所以讲，你今仔来招标的时阵颜宽恒迄个时阵无做立委，2018年的时阵颜宽恒无做立委。你今仔做招标的时阵3间公司，除了讲啊，这个张青龙议长因这间公司内底有部分颜宽恒伊的小弟，伊嘛有去甲人这个股东做这董事参与。但是你今仔3间公司，搁另外一间是上市公司啊，建新国际啊，建新国际伊嘛是伫104码头的时阵伊嘛咧做啊。今仔日我就讲一个无输赢的，伊今仔日你若讲政府招标的时阵今仔日开放招标，若是建新国际招标得标的时阵你敢会讲颜宽恒伊质询的时阵伊是独立家己？今仔莫讲啥物？今仔若有道理，若有利益输送，今仔马上剪掉落去查。而且何况交通部长、港务公司的董事长，你今仔日拢讲无任何弊端，而且招标的时阵颜宽恒是无做立委的。所以讲，这个部分两方面拢有进入司法庭时，但是咱有司法庭时去讲。啊，你讲今仔日你讲啊，拜市交代所这公保地的违建的问题，依法办理嘛。今仔日人咧讲，一人一家台，公马随人财。虽然是讲颜宽恒伊的小弟伊去做这个违建，但是颜宽恒伫外界，大家一般的观感无好的时阵伊嘛讲该拆就爱拆。你讲今仔日国有财产署，今仔互人质疑的是安怎？你讲你甲做刑法来做侦办，但是过去安怎？你嘛用行政的处分，你嘛已经有裁罚啦。是安怎边仔有两个部分嘛是去占有公有地，但是你无用刑法，你个互伊会当招标。所以讲人会感觉讲啊，你即摆咧选举的时阵，你是毋是讲啊有政治操作？所以讲今仔日莫讲啥物，你今仔日若讲违法的依法办理，你包括讲啊伊所带的梁振甲沙人，这个交界是毋是伊有？来甲这个国有财产署来承租的土地，你讲伊有占用，或者是有违建？你讲国有财产署今仔日去看，啊，你去看的时，你讲台中市政府的人无去看，台中市政府嘛发声明讲啊，今仔日这权责是你国有财产署的，你国有财产署你若去认定，若是讲违法的，你行文来予台中市政府，台中市政府才过来依法办理嘛。
你讲你今仔日哦，你就要去看，啊，你叫台中市政府唔是伊的权责单位，伊就爱去看，伊变安尼个，伊去看嘛无效啊。所以讲今仔讲出来，你讲硬权伊有违建，伊的小弟伊有违建的所在，啊，同款的啊。国民党嘛开记者会啊，你民进党或者委员、议员，你的服务处，你若有违章的，啊，你敢拢无要处理？你若讲有违章，你讲是一般的民众，啊，你要紧搬走啊，是不是？所以讲唔通相同的标准。虽然讲即摆距离投票剩5天，啊，大家去看，你若讲港督盟讲的，大家会使做参考，但是唔通袂记咧。立委选区域的立委是爱搁顾咱地方，咱地方的民众的服务、基层的服务，这若拢无顾的时阵啊，啊若空降，啊，啥物拢唔捌，啊，煞的时阵啊，地方唔都爱帮我烂，唔通袂记咧。即摆单一选区2票制，干那一个立委。这立委最重要，唔是讲第立法院淡仔讲543，煞咧地方基层拢无顾，啊安尼的时阵啊，老百姓转落，啊后盖若选唔着人的时阵啊，啊，怎啊你淡仔一直喊，啊嘛无效啊。啊，毋过准做地方有学路吼，不过看起来国民党内底即马有一个无共心的问题呢。安怎无共心的问题？我相信，今仔你讲干那一个俞北辰将军伊退党。讲实咧，阮的同舟计划，即马入党的人啊有够多，啊，今仔日伊退党，阮只有祝福。啊，你讲伊今仔日认同中华民国，率咧时伊去支持一个过去无认同中华民国，搁要台湾独立的立委，咱会感觉讲，你是毋是相同标准？但是咱无需要去甲伊做批评，阮只有讲啊，甲做祝福。毕竟过去嘛是党员同志。是。啊，你今仔日人讲人各有志，你的生涯规划。是要安怎？人讲是，阮只有做祝福。啊，但是今仔一个离开这个党，啊，讲实咧，你若看美国来讲啊，美国选举的时候，今仔会使民主党，明仔载会使共和党。所以讲啊，政党政治，责任政治啦。你若讲今仔认同党的，啊，你今仔感觉讲好，啊，你就来认同。今仔日阮最近，阮朱立伦主席一上任了后，阮的同舟计划开始实行了后，阮嘛有足侪的党员回娘家。啊，来认同中国国民党啊！我相信这个单一的一个退党的一个个案，这吼，阮只有甲伊讲祝福安尼。哦，啊，拄则讲到依法来行政吼，不过即嘛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占国土，这个国产署有认定啦，啊，这个公文在走。不过有一项代志，有一个美角，就是讲这个违建的部分吼，若要依法行政。啊，这有一个困难呢，因为法律都无规定讲伊啥物时阵来拆了啊。哦，啊，这要安怎呢？因为看起来伊无一直拆嘛，伊甲这个壁，这个拓一个坑，啊，无继续拆，啊，这要安怎？无啦，啊，这就是讲，你看各县市的这个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的停时是安怎？你讲伊无拆。伊嘛是拆甲差不多，拢无法度通大人。你讲一般像我应该咧做议员的时阵啊，你讲新北市，若是违建的时阵啊，去，若拆的时阵，都是甲伊迄个结构，甲拆甲互伊无法度通使用。啊，你其他的部分，你都还是爱家己去清嘛。啊，你讲今仔日即个817的即个公保地，你讲今仔日伊无拆，伊有拆，但是你讲有法度通讲拆甲平无？啊，这就看台中市政府的认定。啊，甲伊啦，啊，你若讲事实上，以我的了解，目前拆的进度，会使讲吼，围墙啊，过去我就讲，你去拍迄6个坑，1点了8点草，你为什么要留咧淡仔互探听？无需要，所以讲你就甲撸掉。啊，你有个人嘛就讲，啊，伊个下骹吼，佫有一层吼，无拆好平。啊，我讲句话实在，啊，若安尼的时阵尔吼，咱讲是咧，嘛毋知要安怎讲。啊，但是你讲伊内底厝的所在，伊的厝遐，伊嘛是拢有掀起来。伊嘛拢有咧，搁咧拆。啊，你讲若是为伊有合法的所在，伊无拆。但是你袂使讲哦，啊，伊违建的时阵，连合法的拢都爱做伙拆掉。所以讲这也是看啦，看讲一般的这个台中市政府，伊这公务单位，伊到时阵伊即马是互住户家己落去拆。啊，你拆煞的时阵你要安怎来认定来做结案？啊，即马就是无拆煞啊。无啊，所以伊即马搁咧拆啊，头拄主持人你嘛讲啊，伊。法律无规定讲伊当时拆完嘛，但是你无拆完的时阵，你就是违建的暗号搁伫咧嘛。啊，你今仔若搁拖一工拖1年，你永远你即个所在就是违建户，所以讲你无法度通销案嘛。啊，你若要销案，你就爱拆甲互台中市政府公务单位认定。哦，啊，你这已经是拆煞，安尼我才会使甲你做结案。
是，所以讲这个部分虽然讲无定一个日期，但是你今仔若是要销案，你无跳刷，无跳甲，互法律单位、公务单位来认定讲啊，这个违建会当过案，伊绝对袂甲你过案啦。是，林委员，你有啥物看法？我想吼，这个违建的这个部分吼，头阵咱的副主委有特别讲吼，颜宽宏先生，还佫包括国民党有提出一寡质疑吼，讲各路的议员还是立委服务处吼，伊讲哪村有违建啦吼，伊写的是叫做疑似违建啦吼。是。当然伫咱台湾社会内底，尤其伫这个住宅区吼。咱过去早前吼，100年进前吼，各管区可能这个落日条款无一定啦，但是伫民国100年进前，有真侪伫这个住宅区内底的这个违建，其实伊就已经拢查报，嘛已经入案吼。是。所以部分的违建确实是过去的这个历史工业啦吼。但是，咱要回到倒来讲的，就是讲，咱今日伫即届选举的时阵，咱看到颜宽宏先生，包括伊弟弟的即个交代所，包括伊个人伫沙鹿龙井交界即个别庄，伊起的时阵吼，拢是伊个人做起造人，还是讲因家族的成员伫即个过程内底，因毋是去买换厝，倒来讲我去。买一间厝我来做这个2次施工，还是讲我伫现场做啥物使用？咱去质疑伊的时阵，讲拄好2013伊开始补选了，伊开始做立委，做立委了，咱看到包括这个沙鹿的这个别庄吼，为无甲有，甲包括着伊安怎起这个车道安怎使用，甚至伊的这个草坪顶头，佫有这个拍高尔夫的这个果岭吼后壁佫去打这个大门吼做。大门还佫警卫室，这其实这个部分咱去回想回来，这拢甲伊做立委时阵有关系。所以咱头先要讲就讲，包括副主委讲的，选一个立委地方服务最重要的。咱嘛爱看会到、叫会到、找会到。立法院嘛爱有表现，嘛爱有质询，嘛爱言之有物，嘛爱为着个人家族还是个人的利益，这咱拢认同。但是我讲，咱就回到来看到即届的立委。候选人内底的这个颜宽宏先生，伊好像对即款物件，伊拢无法度清楚来解说。伊拢讲好，如果有违建，嘛毋是我家己讲的算，嘛毋是你对方讲的算，第三嘛毋是媒体讲的算。但是到底实情是安怎？伊家己应该上清楚嘛。是。但是伊拢无爱提出来讲。是。甚至伊佫讲这拢是外界的抹黑是讲这叫泼粪。泼脏水如果真的是泼脏水，那8期交代所伫40天进前，伊囥伫遐无人知讲。当然地方附近的人可能知啦，就讲遮都常常有这个乌头车出入，遮出入入，可能知讲这搭眼界有关系。但是无人知讲伊内底生长安怎，内底的这个建筑死角有违建无，甚至后壁后门大同八街遐，佫有一个后门去占用到这个国有地。无人知这件代志，是。但是如果说咱即马这件代志是抹黑、是不实的指控，都无可能有去看嘛，有去拆，甚至后门佫即马连今日一早我看，伊连后门遐怪手拢入去伊包括占用国有地，因为国产署公要带伊做这个移送了，伊嘛马上去有动作。那如果这是抹黑，那会变做讲有即寡后壁去拆的事实。就表示讲，这个代志是事实发生的嘛，吼。那事实发生的，就是讲，你安怎去面对家己？你要安怎去面对讲我这个代志我到底安怎做？我的这个沙鹿庄园我安怎做的？甚至咱过去咱伫伊的财产申报内底，咱嘛有发现到讲，伊有一寡土地有地上物去现场看，伊这搭家长真烦恼的，电动机、电子游艺场嘛有关系。当然伊讲我是地主。地主因为进前顶一手，我买进前顶一手，就是地上物，就是咧做电子游艺场。是。但是我是感觉讲，既然你颜宽宏先生伊最近拢咧足强调公托公幼亲子小朋友那即个部分你乃无法度避嫌。我是讲咱有法度用上悬的标准来做要求家己无？是毋是我都讲
我顶一手买的时阵是安尼，我应该一个阶段以后，我应该会当，我讲啊，我莫搁续租啊嘛，我莫搁租伊，莫搁做这个用途。但是伊嘛无去做这个宣誓嘛。咱一直讲，包括过去咱咧讲陈柏惟伫10月23进前向罢免，伊有规个大概伊少年时的一寡案件，包括这个肇事逃逸，第二伊有。委员，咱即摆议员先即摆先莫讲陈柏惟，咱来看一个选情咧。咱来看到讲吼，这个12月18的公投内底啊，伫这个台中第2选区吼，这个核四甲猪肉的公投北大选，甲这个海草搭的公投吼，4项公投拢是无同意、较大同意哦。啊，这个代志吼，敢会影响到选情？而且咱知影，正月初9，若台中第2选区要投票哦。台北市中正艋舺嘛有立法委员林聪做委员的罢免案要投票，即马情形是安怎？咱做伙来看。民进党的移动团干部伫街路摆柜牌，宣传支持无党籍立委林聪做罢免案初9投票，剩一礼拜，伊一叫反罢免票。民进党团总调郭桂明表示，林聪做定定互总调进步，是优质立委一定要继续留伫立法院。我们不一起站出来吼，还没讲于心不忍，暗时嘛困不起啊，主要是安尼啊，很优秀的，我应该讲。他不应该受到罢免对待。那大家从立法院里面跟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到今天在街上也跟我们一起并肩作战。我相信我们1月9号一定是可以让一定可以安然度过，克服这一个难关。民进党全力动员支持林聪做，选前之夜，总统蔡文阁传出要登台坐镇优待声势。无党籍台北市议员林荣君甲社民党台北市议员苗碧雅是发起反向投票强行巴士。诉求台中2选区甲中正艋舺区青年应强制，要拼立赢的投票率。总统都要亲身来帮林昶佐站台，以林昶佐的角度来说，可能还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峻。那你今天好像是绕了很多人，就代表你很会做事，这完完全全是违背一个应该要代表在地民意的立委该做的事情。面对反罢抢镇压大动作宣导，罢抢团体批评林聪做应该好好面对在地选民，将这期讲清楚。剩一礼拜也积极启动宣传，即将会伫各地市场发单，也陆续挂罢免的布条。选前之夜活动也伫准备，要以在地国民团体实在路线来拼政党宣导。记者综合报道。有影吼，咱看到林聪做委员的这个罢免案的选情，甲林静怡的选情，会使讲是倒并。咱来看到4项公投伫12月18号，干那这个核数，这个公投是无同意、较大同意，其他这个无同意拢输。林聪做委员面对着什么款的状况？咱来请教这个副执行长，伊做立委的表现是安怎？是。咱即马看到这个表现吼，林聪做委员的表现，伫第10届吼。首先我要讲的就是回应前面说的，就是其实立法委员吼，我们公都盟也知道有地方也有不分区，是。但是呢，我们要强调的是，难道说地方做得好，国会就一定不好吗？我们想问的是，能不能都兼顾？那另外一个，我们现在回到林昶佐这个委员的表现来看哈，就第一个是他地方服务的部分，我想他在这段期间也都说明得很清楚，不论陈情案件，不论他争取了多少选区的一些服务，这个让委员自己说清楚讲明白。那公都盟负责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把大家讲不清楚的。一边说他没有做事，一边说他有做事，那到底有没有做事，总要有个客观的资料来做检视。伊有做代志不？对，当然他在国会这边呢，他做的事情很简单的跟大家说明。第一个就是出席质询审查哈，包含这些部分，第2会期跟第3会期全部都是全勤，也就是说他没有缺席任何一次以应该爱做的代志，包含立法委员爱做的。地巡、加新查拢有做，
他也获得了公都盟评鉴的6次优秀立委。就是讲伊在国会问政的表现呢是没有毋庸置疑的，表现真好吼，表现真好。咱即马来请教副主委哦，歹势，这个表现好的立委是安怎要甲罢免的？头拄我就讲吼，你以区域的立委来讲，你对地方的基层服务，你若是无兼顾的时阵啊，毕竟伊是直接面对面的啊。你讲立法院议会，咱113席的立委，伊咧问政的时阵，拢有时间的限度。你今仔讲林委员伫中正艋舺区，今仔哪会互人来做即个罢免？除了讲咱过去的讲罢免的制度，伫民进党甲时代力量来甲伊降低了后，民众的迄个情绪吼，足容易去调动。你伫5月份，去年5月份疫情开始的时阵尔，你卫福部，你即个主管机关，你讲迄3+11的破口，你无讲，煞咧你讲艋舺地区今仔日疫情的破口，你讲拢是艋舺地区，你互咱艋舺地区咱遮的乡亲，大家会感觉讲，阮选你的立委，你手骨无屈入，煞咧你才屈出。今仔中央的即个官员讲话讲唔对，煞咧时阵你无替咱地方发声，煞咧你搁替中央的官员搁替伊来护航。所以讲，你互艋舺的遮个乡亲，大家会感觉讲心痛。所以讲，今仔日人才发动甲你罢免，发动罢免的时阵，一时生气就要甲讲罢免。所以讲，主持人，我就甲你讲，今仔日你甲即个罢免的制度，你甲讲落来的时阵你很容易挑起地方民众的迄个情绪。我头拄有讲，你今仔挑起来的时阵大家联署成案要成案进程的时阵你立委员安怎讲？你无反口径，你嘛是搁为中央的官员来护航，所以讲你互即个这边的情绪愈烧愈大，愈烧愈大，到尾成案。成案，你今仔你讲公投的即个同意票甲不同意票，你若来讲的时阵中正艋舺地区，伊即个通过的几率是58000外票本来是6万1啦，但是即马是降落来到58000几票，伊就通过若通过的时阵，你甲看卖讲，即个公投案，若同意赢过不同意，伊差偌济？伊若同意的拢出来拄好即个罢免案拄好过。但是你今仔日若是讲投票率，若是讲冷静静，无到迄个坎站，伊即个罢免案袂过。所以讲，今仔日讲中正艋舺区的即个罢免案，你讲较无遐个情，但是你讲会过。佫敢若会袂过，煞咧拄好伫迄个要过哪毋过迄个门槛，所以讲你若以公投的同意票来讲的时阵若要过迄个58000外票，是有可能会过而且大家咧讲，公投的投票率无悬，但是伊是拿力对决，你若是拿力对决的时阵若要看迄个票数，有可能会过但是你若佫看着讲台中第2选区，你讲无同意赢过同意。但是毋通袂记咧，南环委员伊政党的色彩，甲地方的服务品质，伊若要看讲伊个无同意赢过同意的即个票，你讲以2020年总统候选人的票数，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输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输几万票，但是南环委员伊输单票委员才输5000票。所以讲，伊这共款嘛是搁爱看投票率。所以讲，你讲中正艋舺区甲台中第2选区，即个两边的即个投票，一个是对数的票，你来甲伊看讲对零，佫无共款。所以讲，若要看起来，我是感觉讲这个有正通看。咱请教林议员，这个罢免若是58056票就会通过不过，咱拄则这个副主委讲立委做到地方有恶路，就袂去激到迄个情绪，要来甲罢免。看起来恁创作立委嘛是做了袂歹民进党家是安怎看咧？恁创作立委拄啊搭我的选区有一寡连结啦因为伊是我代理选区和兴村顺立委的即个表小弟所以虽然伊伫中正艋舺，但是
咱嘛是真关心这场这个罢免选举，但是罢免的投票吼。但是我要照着讲，我伫台中第2选举区10月23到即马的一个经验甲经历吼，咱要来呼吁咱中正万家的即个选民乡亲吼，应该要看清楚讲，即届的罢免的提出到底伊的正当性有够啊无够？敢讲真的咱的弗雷迪，敢真的为非三者，还是讲伊无伫伊的立委职权内底？去做到伊该质询，还是讲该去争取的这个角色？因为我回到倒来讲，头阵我要讲的，就讲陈柏惟、三 Q 哥，伊其实伫咱今日拄啊，咱副执行长伫现场，安尼讲就上明确啊。做一个区域立委，搁做一个新科的立委，有法度伫第1年就摕到港都门优秀立委的这个评价。这表示讲，伊虽然是区域立委哦，但是人伊也真有心。包括质询这个质询率，包括法案的提出，包括质询的内容，拢得到这个民间团体的认同。所以回到倒来讲，咱伫这个中立选区，咱讲即届的罢免，为什么咱当初讲伊叫做恶意的罢免？就是讲你要讲伊伫地方完全无做工课，完全无去走，其实这是放大啦。人就是一工就24点钟，我也要伫立法院有表现，相对的我伫地方。我就时间无法度较照稳，但是拜1甲拜5伫立法院，逐工通勤来回；拜6礼拜伫地方嘛是咧走总。好，无要紧，咱拢尊重选民的这个投票的决定。但是你看，10月23的罢免了，包括迄阵咱讲的罢免的志工叫做颜宽宏，后壁伊家己过10天、20天以后，伊伫逐个骂那唔之下，伊讲伊出来选，结果出来选。这个候选人就是2020年搭陈柏惟做伙选的，迄阵民意的选择，大伊讲安尼咱换要新的立委来。结果你回头倒来看，伊即届不只是参与着罢免的志工，不只是后壁佮家己本身出来选，重点是伊出来选了新的颜宽宏2.0，刚好比2020佮较好。结果咱去看伊即届咱来检验的物件，咱才发现讲哇，原来你过去虽然你讲你做立委，你有服务地方。但是你做的工课，哪会是安尼？包括去占用着国有地，包括家己本身的违建，包括家族你过去相关的财产、不动产，咱拢去来清楚。包括这是财产申报哦，这是公家机关的文书哦，包括法院的报告书，其实拢带伊勘察到，所以伊真有争议啦。争议就是讲，伫咱的这个法律标准之下，虽然无一定讲逐项代志拢是。违法拢是犯法，但是伊有法度伫即个法律的边缘，有法度去得出着伊个人上大的利益。所以咱讲，咱若要选一个更加好的，这对地方当然是好代志。但是你也讲恶意的罢免，你对即个现任的立委，伊的表现的即个质疑，你会怀疑有伤侪是用政治上的思考去考虑的时阵，后壁我惊讲。会阁回到等下咱10月23了的台中市中立选区共款。其实中立选区的选民嘛，敢讲人撇位嘛无做甲安怎？为什么一定要阁大家扭来？敢袂当4年一届，好好来论断伊的表现嘛？所以我想讲吼，咱来看讲，包括公投，头阵副主委嘛有讲啦吼，咱若要用台中市中立选区公投的无同意来看正月初9的立委补选吼。这可能无法度直接画等号，因为这是2个战处。第一，公投是对事；第二，正月初9是对人。对人颜宽宏、颜立伟，佮因爸爸颜清标，长期伫地方经营30年。你讲有因的实力无？有，而且我个人伫12月18，我有一个足深的观察，就是讲，其实颜宽宏因兜对这个公投票因无啥出力，因嘛敢讲，这大概对伊的选举无啥影响，所以迄个得票不同意得同意，无同意得同意的迄个比率咱嘛袂当讲直接来当做讲，这就是立委补选的这个结果，因为是有落差啦因为颜家伊即马是选票顶头有因我颜宽宏的相片我一定出大力的无同意票，找无国民党的这个党徽嘛，找无颜宽宏候选人的名，所以当然。大家对迄个强烈斗力搭去吹票，都会无共啦所以是要回到倒来甲选举个人候选人个人的条件。我讲的个人条件就讲，第一，文政的品质；第二，地方服务周庄的这个精神甲效率；第三就讲个人道德上、人格上、
这拢要去全面检视啦。咱是要选一个立法委员，不是要选一个违法委员嘛？这是真明确的。是咱看到今仔日讨论这个品质的问题这个公民监督联盟评选是优秀的立委，嘛会去互罢免呢？根据这个情形这个公民监督联盟安怎看呢？就公督盟的立场来讲，很简单，其实优秀立委不是不能被罢免，但是重点是选出来的人有没有比这个优秀立委本身还好。那就像加州，其实美国加州它的罢免制度也跟大家分享。其实，在加州在罢免的同时呢，就要同时选出下一任候选人是谁。那观察台湾这几次的选举，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我们可以讨厌一个人去罢免他，但是要找出更适合的人，好像还没找到。所以跟大家分享。